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那很高兴能够代表玉山神学院来到贵教会跟大家请安分享。那在这里也要跟大家说声抱歉，我来这里实习已经半年之久，但是我的台语呢嘛是没练邓，所以我可能以下的时间我会全程用华语来跟大家做分享。那在开始进入到我们今天分享之前，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亲爱的上主，我们满心的感谢你，谢谢你透过今天的主日，主你再次吸引众弟兄姐妹的心，使我们能够聚集到你的圣殿当中来敬拜你。主，我们谢谢你，你赐予我们一个渴慕的心，因为神你说渴慕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愿弟兄姐妹来到教会当中，主啊，能够被你的灵、被你的话语所充满，也再次将以下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求你亲自掌权，使说着听着同蒙上主你的造就。我们如此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在电影史上有一部很出名的系列电影，这个电影呢，它拥有超过55年的历史，那也是电影史里面最长寿的一个特务电影。这个电影呢，就是大家所知道的《007》特务电影。有没有人看过呢？那在这部电影里面，它除了有扣人心弦的剧情，还有这些惊心动魄的武打画面，更吸引人的就是这个007特务詹姆士·庞德。他在每一次出任务的时候呢，他的心态的调整以及他事前的准备，看着这个特务电影，这个里面的这个007。每次都能够帅气地完成任务，我不禁在想，难道这个007他不会怕他任务失败时所带出来的结果吗？他不会担心说他面对到这样艰巨困难的任务的时候，他或许会丧失他的生命，也或许整个任务就失败？难道他不怕吗？到底是什么原因使他勇往直前，不惧怕呢？今天我们所看到的经文当中，上主说了3次要坚强，要勇敢。可见坚强跟勇敢对约书亚来说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而这样子再三的叮咛，其实也显示出了约书亚内在他的内心里面充满了许多的惧怕、恐惧跟不安。他知道自己根本无法承受这么重大的托付。约书亚或许也没有想过，像摩西这样子光荣的地位，这样重大的责任，竟然会落在自己的身上。约书亚他一生，他只满足做摩西的帮手，他唯一的目标就是确保摩西的荣耀跟分担摩西的痛苦。因此，当呼召临到约书亚他身上的时候，约书亚他感觉到不知所措，心里不安，需要各种从上帝和从人来的帮助。那我们从今天的经节里面，我们可以去探讨约书亚他到底在惧怕什么。在我们所读的经节里面告诉我们，约书亚至少有3个方面的害怕。第一个害怕呢，那就是失去领袖的惧怕。在经文的第1节，这里就很清楚的说到，上主的仆人摩西死后，上主的仆人摩西死后，摩西是以色列伟大的领袖，也是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的一个重要角色。对约书亚来说，摩西就像是他的老师，是他一生学习尊敬的榜样。但是摩西的死亡的事实，就让约书亚产生了心慌意乱。过去的日子里，约书亚只要尽心尽力完成摩西交付给他的任务，这样就好了。重要的决定，一切都由摩西定夺。面对以色列人对权柄的质疑和挑战，以及在旷野里人民所发出的怨言、抱怨，都因为有这个伟大的领袖摩西在。所以约书亚不需要有太多的烦恼，就好像天塌下来了，
也有摩西顶着，摩西可以一肩扛起。但是如今圣经告诉我们什么？摩西死了，约书亚失去了依靠，失去了他的靠山，失去了一位可靠的领袖，更失去了一位他所尊敬的前辈。对约书亚来说，他当然会害怕。那他第二个害怕，那就是面对人的恐惧。面对人的恐惧，我们可以看到经文的第5节，这里说：在你有生之日，没有人能够击败你。这个经文里面也告诉了我们，约书亚的第二个恐惧，那就是对人的惧怕，对人的恐惧。上帝应许以色列人要进入迦南地，并且得地为业，但是出现在约书亚面前的，也出现在以色列人面前的，却是一群又高又壮的迦南人。在民数记第13章28节，这里有提到这些迦南人他们的外形哦，圣经上是这样写哦。但那地的居民很强悍，他们的城又大又坚固，还有我们在那里看见了巨人族的后代，巨人族的后代。可见在圣经里面清楚的说到，这些迦南人他们又高又强壮。以色列人在这个时期已经在旷野里面居无定所40年之久，他们没有训练战士的军营，更没有能够制造兵器的兵工厂。在各样条件都不足的情况下，又怎么样能够与住在又大又坚固的城墙里面这些强悍的迦南人做比较呢？让约书亚感到恐惧的，不单是他眼前的这些敌人，进入迦南地眼前的这些敌人，在他的身后有60万人民，这些人民呢是常常向摩西找麻烦的以色列百姓。这些百姓当中，也有当时约书亚从迦南地回来要报好消息的时候，因着这些人对迦南地的这些人的惧怕，他们不愿意接受约书亚的提议，甚至他们威胁群众要用石头打死约书亚，因为他一直鼓励以色列人要进入迦南地。这些人民如果得知约书亚即将接续摩西成为以色列人的领袖，想必这些人应该也会造成约书亚很多的麻烦。所以对约书亚来说，对人的恐惧不单是面前的敌人，以及他身后这些所要带领的百姓，这都是一个艰巨的任务。第3个恐惧，那就是约书亚对于未知的未来感到害怕。对这位新手上路的领袖来说，要面对很多未知的事情。担任领袖需要决定很多重要的事，所有的决策都会影响着以色列族群他们的未来的走向，都是结果难于预料的。约书亚承接了摩西的这个角色，同时需要面对很多未知的事情。对于没有把握的未来和毫无头绪的方向，这使得约书亚非常感到惧怕。他从这3个惧怕当中，我们可以看见，当约书亚要承接领袖的这个职分的时候，要承接这个任务的时候，他心中是毫无这个安全感。在进入迦南地之前，约书亚首先要面对的就是他内在的问题。但是我们要去思考，为什么上帝要先处理约书亚内心的恐惧跟胆怯呢？因为当我们害怕时，当我们恐惧时，我们就会为了保护自己而躲在自以为是的安全当中。当我们感到惧怕、感到恐惧、感到害怕时，我们就不愿意改变自己，更不愿意面对你现在所面对到的挑战跟困难。还记得当年摩西差12个探子
进到迦南地的这个故事吗？回来的有10个探子，他们是说什么？10个探子他们就报这个坏的消息，他们说我们在那里看见了巨人亚纳的后代，我们觉得自己像蚱蜢一样渺小，在他们的眼中，我们确实是这样。这10个探子啊，他们回来之后，他们不单自己吓得半死，他们还把这样子一个恐惧的心情，一个惧怕的心情，一个对上主没有信心的心情，传给所有以色列人，告诉他们说，我们在他们面前就像蚱蜢一样，我们无能为力。他们怕的自己不愿意去打仗，更因为惧怕，他们恐惧对于带领他们出埃及过红海的上主完全失去信心，所以他们只好继续在旷野里面流浪。而在那一代的人，除了回来报好消息的那2位约书亚跟迦勒以外，没有一个人能够进入到上帝应许给他们的迦南地里头。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害怕、恐惧跟你内在的不安，会使你不敢去遵行上帝在你生命当中的命定跟旨意，这也会错失上帝要给你那美好的迦南地，那美好的应许。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可以检视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是不是也因为害怕和恐惧，失去了上帝对于要给予我们的祝福跟应许？看看我们今天台湾原住民的实况，原住民的现况，我们都知道，因着现今世代经济上的需要，已将近有50%的原住民，他们进到都市里面工作，他们进到都市里面打拼。这些族人因着长时间的工作和受到都市繁华环境的影响，渐渐的失去了教会的生活。再加上他们遇到困难、遇到问题时，没有人能够确实成为他们的帮助，成为他们的依靠，成为他们的陪伴，导致这些进到都市工作打拼的族人，他们渐渐的离开了他们的信仰。这就是原住民在都市现况的一个情况。现今的教会跟信徒，难道不知道他们所发生的问题跟困难吗？其实都知道，也明白，但是为什么原住民教会不愿意伸出手去帮助他们？其实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原因之一，那就是对于这样子的服事的一个惧怕跟恐惧。现今的原住民教会多半不愿意走出教会，进到人群中去关怀那些需要被关怀的人，是因为他们感到惧怕，他们感到不安，他们对未来的事情感到不知彷徨。他们担心付出的时间的关怀比不上都市当中形形色色的诱惑。他们担心付出的人力和奉献得不到相同的回应。他们更担心他们这个宣教的结果不如预期，成为了这些看笑话的信徒眼前的把柄。因此多半的教会选择不动声色，固守自己的信仰，拦阻我们看见上帝给予我们应许和祝福，以及为上主做美好事工的这个见证。最主要的原因，那就是人内心的恐惧跟害怕。接下来我们再看经文的第6节到第9节，上帝连续说了3次要坚强，要勇敢，而且一次比一次的更加强调，只有坚强勇敢，才能用信心和勇气面对我们面对的挑战跟困难。但我们的心要如何坚强跟勇敢呢？我们从经文里面做出3点跟大家来做分享。第一点，因着上主的话坚强勇敢，因着上主的话坚强勇敢。圣经当中的第8节说到，你要常常诵念，日夜研读这律法书，使你能够遵行书上所写的一切话，这样你就会成功，事事顺利。我们能够坚强勇敢，是因为上帝的话
作为我们遵行的规范。生命记里，上主透过摩西告诉以色列百姓说：今日我要向你们颁布的命令，你们要放在心里，殷勤地教导你们的儿女，无论在家或外出，工作或休息，都要不断地温习这诫命。这在申命记6章的6到7节。也就是说，无论我们做什么事，我们无论外出或休息、工作或在家里，我们要时常将上帝的话放在我们的心里，放在我们的口里。我们应当在人生的每一个时刻、每一个地方行出上主的话来，将上主的话当作我们看人看事的角度和眼光。我们为我们的行为负责，上帝就为他的话负责。只要我们遵行上帝的话、上帝的诫命、上帝的这个圣经的教导，我们就能够一无所惧，因为上帝的话可以使我们坚强勇敢。第二，有上帝的同在，我们可以坚强勇敢。有上帝的同在，我们可以坚强勇敢。经文第5节的后半段说到：我要与你同在，就像与摩西同在一样，我绝不撇下你，也不离弃你。上帝的同在不是一种感觉，而是一种确据。上帝的同在是上帝对他所爱的百姓的一个保证，也是我们的信心的确据。在摩西时代，约书亚常常为以色列人征战，在战场上杀敌，对约书亚来说是一件不困难的事情。如此，我们可以知道，约书亚其实是一个刚强的战士，他的内在的因素，他内在的这个心理因素，应该也是非常非常的强壮，因为他是一个战士。但是，当战士仍然会遇到他自己感到害怕、困难的挑战。在这样子害怕、困难以及他内在的一个不安的时期，上帝向约书亚有一个应许，就说：我必与你同在，就如我与摩西同在一样。这应许给了约书亚一个很大的激励，可以说是给了约书亚打了一个强心针，使他勇敢而且更加的坚定。他心中不再有恐惧和害怕，对于上帝的应许以及上帝给他的使命和呼召，他不再怀疑。上帝定义要与他同在，他就可以坚强。所以，当有上帝与我们同在，我们还需要惧怕吗？我们还需要觉得自己不安吗？我们还需要面对我们的人生感到恐惧吗？有上帝的同在，我们必定能坚强勇敢。第3点，有人的鼓励可以坚强勇敢。有人的鼓励可以坚强勇敢。若我们往经文的后半段继续来看，当约书亚决定要进攻迦南地时，他便去寻找里便、迦得2支派和拿玛西支族的这个半支派。他们曾经告诉摩西说，他们只要留在约旦河的东边。约书亚告诉他们要一起去征战。他们向约书亚做了这样子的保证，就说：我们会服从你，像服从摩西一样。愿上主你的上帝与你同在，正如他与摩西同在一样。谁违抗你的命令，谁不听从你的指挥，谁就得处死。你要坚强，你要勇敢。这个经节就记载在约书亚记第1章的17节跟18节。约书亚除了从上主那里得到了一个保证，使他坚强勇敢以外，他也从他的百姓，从他身为他的家人，得到了一个坚强勇敢的鼓励与支持。在玉山神学院的历史中，创校期间，高俊明牧师就是我们玉山神学院第1任的院长，他接受了培育原住民传道人的使命。这是一个非常困难且充满挑战的使命。在当时建立神学院的经济是一个非常非常重大的一个难题。在刚开始的期间，玉山神学院刚开始的期间，
甚至连一间完整的教学环境、一个教室都没有。但高俊明牧师他并不因此退缩，他知道这是上主的心意，他深深相信上主必与他同在，使他勇敢地往前走。他也抓住上帝的话，抓住上帝的应许，他深信上帝能够使旷野变成花园。起初看似不可能的任务，在玉山神学院的师生不怕风不怕雨的精神下，和与上主同在的这个当中，我们玉山神学院现今拥有了自己的土地，一个完善的教学设备和大楼。回头看，全是因为高俊明牧师以及我们玉山神学院初代的这些前辈们，他们不被惧怕、困难与恐惧所打倒，他们抓住上主的应许，为我们勇敢往前走的一个动力。现今玉山神学院也非常关心原住民都市宣教的议题，因此玉山神学院也成立了都市原住民研究中心，聘请了4位兼职的研究员，他们都是在都市开拓教会的传道人。他们进到玉山神学院研究中心，为的就是要帮助玉山神学院了解原住民在都市里面所遇到的困境、困难，进行分析，并且给予适当的帮助。在都市宣教这一个领域上，对玉山神学院来说是完全没有经验，我们也对未来不晓得该怎么走。这是我们第一次向着都市宣教来往前走，这对玉山神学院来说是充满了困难跟挑战。但是为了要使福音成为众人的祝福，以及众人心里的依靠和生活上的帮助，我们抓住了上帝的应许，勇敢与上帝同行，往前走在上主所命定给予我们的使命当中。在人生的旅途中，上主允许我们遇到困难与挑战，为的是要使我们勇敢面对我们心中的恐惧。因恐惧会使我们对人生很多的决定感到退缩，甚至间接的影响了我们的自信心和我们的生活态度。当恐惧抓住我们内心时，我们渐渐的也会对我们的神、对我们的上帝失去信心。当我们不信任上主，我们就会像以色列人民一样，一再的错失上主给予他们丰盛的祝福。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现在是否正因面对困难而感到无助或者是恐惧呢？或者你因困难巨大，你认为自己无法胜过而选择放弃或者是逃避呢？又或者你现在正鼓起勇气，勇敢地挑战你生活当中的困境呢？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只要你愿意谦卑遵行上帝的话，他的话教导我们，他要与我们同在，上主绝不撇下你，也不离弃你。只要你坚强，非常勇敢，你无论到哪里去，我们的上帝都与我们同在。他能使我们的勇气更加的坚定，因为他是我们全能的上帝。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上主，我们满心的感谢你，谢谢你透过约书亚的故事，再次激励我们。尽管我们或许现在面对到困境，或许我们正被困难所压得喘不过气，但主，你的话应许我们，你必不撇弃我们，也不离弃我们。你要使我们坚强，而且非常的勇敢。你必与我们同在。我们向你献上感恩，愿你的话成为众弟兄姐妹的祝福，也成为我们生活上的帮助。我们谢谢你如此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